请问木棉树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木棉树的台语哦，哈，来，咱请唱答。哦，班无什么话吼，无哈安尼班都枝秋，班班枝秋，班枝秋。好，来，老师班枝秋对唔对？健康。哦，这无好念哦。这有够困难好，来分数。恭喜你的第二分哦。是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啊，其实讲班枝就会使啦吼，咱讲班枝就种树啊。啊，你若其实咱若开花，迄个花就叫做班枝花啦。班枝花。哎，啊嘛有人伊的，因为咱讲木棉嘛吼，花开了后呀一粒，敢若棉仔球吼，啊伊到尾啊切个是会破开吼，迄棉仔会飞甲切碎个，所以有的所在足这种树啊，因为迄个棉仔若造出来时吼，会有一寡人会过敏过敏吼，所以不爽快。啊，迄个棉仔吼，咱有另外一个讲法叫做家宝棉啦，加布棉。家宝棉嘿，啊若是树啊就叫做班枝啦，啊伊的花叫做班枝花啦。